男團 MIRROR 成員盧瀚霆將會喺12月6號至9號喺亞洲博覽館舉行第2次個人演唱會。近日佢接受我哋嘅專訪，講到今次個唱最大嘅突破，佢預告會有更多跳唱部分，幾乎佔整體嘅2/3。激烈程度多好多咯，係啊，咁所以今次嘅 run down 方面咧，其實都幾長，都唔知換衫定唞氣好啦。除咗跳唱之外咧，都一定會有一啲柔情啲嘅 part 數啦，少少 sexy 啲嘅 part 數啦，咁樣。sexy 其實係唔係淨係服裝嘛，其實就係嗰個氣場，同埋首歌加埋成個表演嗰個狀態係一個比較性感啲嘅感覺咯。問到會唔會 show 機派福利，佢就笑笑口話每次舞台表演都唔會包到實，點都一定會嗰度露啲啲，嗰度露啲啲咁樣咯，係啊。全裸上身不嬲，唔係我嘅風格啦。之前佢曾經許願30歲之前再開演唱會，今年30歲嘅佢終於如願。問到有冇下一個10年大計，佢就期望喺影壇發展。至於有冇諗過喺下個10年成家立室，曾經由26歲改為36歲結婚嘅佢一改再改。未火絲到住，唔覺得會住，係啦，但係呢一刻唔覺得會咯。另外 Anson Lo 近期工作密鑼緊鼓，遊走韓國、泰國兩地，一班神徒花費6位數字拉大隊飛韓國支持偶像。琴日朝早再跟住偶像飛泰國，實行全天候貼身支持，認真豪氣。